这名68岁施先生之前因为冠心病接受冠状动脉的手术，后来因为病窦症候群合并经常性心跳停止，时间过长，装置人工节律器，但心律不整还是每天发生。后来还因为人工髋关节置换与腹股沟疝气修补手术，让患者肾功能下降。后来经过中医辨证论治，诊断为心肾气阴两虚。经过中医的调理，心律不整已经改善，而且连肾功能也明显提升。他放人工节律器之后呢，他的心律不整，虽然没有暂停，但是还持续觉得会胸闷心悸不舒服，所以才求助于中医。那他到中医来，那经过我们的辩证，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心肾两虚的这样的一个案例，而且相当的焦虑，所以我们用天王补心丹加减大柴胡汤给他补养心肾。那另外就是清肝安神。那经过大概吃了2周的中药之后，那他的心律不整就开始减轻一半以上，吃到1个月，那他的心律不整就完全都没有再发生。经过了这样子1年多的时间，我们大概1个月的时间顺利的控制他的心律不整，那用1年的时间，那让他的肾功能损伤能够顺利的恢复回来。那中医的辩证本来就是一个多器官共同调理这样的一个特性，那所以我们觉得如果心律不整的病人，那他同时合并有很多的这些高血压啦、糖尿病啦、肾功能障碍啦、其他的功能障碍，那其实用中医辩证论治来帮忙调理身体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医师表示，心律不整合并心肾与多器官同病，不只增加治疗的困难度，而且长者接受重大手术，如果原本气血不足，可以透过中医调理提升气血循环，让原本受损的器官顺利修复。另外，医师也提供简单的穴位治疗法，包括按压内关穴与劳宫穴，养心安神。另外，热敷下腹的气海穴与关元穴，和背后的肾俞与命门穴等，也有助于保护肾脏的健康。记者林根台南报道。